次年12月初4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，以赛亚书第1章24节到31节，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3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人伫苦难中、伫困境的中间，拢会抱着盼望。因为安尼盼望就会有人去看到异象、讲预言、传达上帝的应允。真侪时阵要脱离这个困境，得到透棒改变现状，需要特别的作为。这种的作为通常嘛是超出人的能力会通做，所以咱也时常称这种的作为叫做新约。新约伫英文的翻译是讲叫做 miracle， 但是原文的意思叫做 sign， 就是意思是讲记号啦吼。那安尼的时阵就是借着这个特别的作为，咱讲记号。是为着要互人看见这个记号背后的作为者，这就是上帝。新约毋是要互人看到迄个新约本身的表面作为，乃是要互人看见行新约上帝的权柄。先知书以赛亚书第1章24节到31节，安尼讲到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大领者安尼讲：你真做我的对敌，我要将大受气摒伫伊的顶面，我要报扬报复对敌我的人，我要下手处罚你，要将你的祭台连清起，将杂质拢除尽。我要重新设立你的审判官，只如早前一样，搁设立你的参谋，亲像起初相款。然后你会搁叫做公义的城，忠诚的都。耶路撒冷会因为公平得到救赎，城内反悔的人会因为公义得到解救。毋辜背逆的甲罪人会做一个受拍碎，拒绝上帝的人会灭亡。恁以前所意爱性的长手，恁会因为伊感觉见笑。恁早前选择的园但会因为伊感觉歹势，因为恁会亲像叶地要干去的像亲像无水的园有权势的对变成做火种，伊的所在亲像火刺，两项做一个倒起来，无人会当甲伊拍化。上帝要亲手来出手对付对着的人甲国家，就是要改变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现状。因为上帝是公义正直的上帝，伊专门对付这无公义的事，是为着要来拯救所有悔改来归向上帝的人。相反，耶稣基督提到着当世代的人，因只有咧求新约啦吼。所以伊就提出批判甲提醒。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32节，伊安尼讲：群众拿来拿坐，耶稣就讲：这世代真正是邪恶的世代，因要求新约，毋过用那的新约以外，无搁再有新约互因。拄亲像约拿成做尼尼微人的新约，人子嘛要成做这世代的人的新约。
伊审判的时，南方的女王会甲这个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伊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骨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恁看，有比所罗门更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伫即个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因定罪。因为尼尼微城人听到约拿传达了后，就拢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拿更较伟大的伫遮。约拿的故事的神者是甚物意思？是迄只亲像魔术性的大鱼？也是因为约拿会通带伫大鱼女城3天，搁倒转去，即种神奇的记载吗？也就是讲，约拿的故事重点提到着上帝呼召，无有人会当得闪。另外，真做上帝仆人，着爱全然的顺服。另外，耶稣基督其实伊咧讲的重点是故事背后上帝的大规律。会通互人对死搁活的境界中间3天3日了后，这个搁活，然后成做正人的帮赞甲祝福。捌的人却敢若一直咧想要追求迄个表面的神热、特殊的境况，却毋知影爱去看见背后上帝的作为，甲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诗篇90篇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也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予土造的人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迷茫，亲像草早起时不远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暗时凋谢大气。愿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，你将阮的罪赶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，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。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0岁，若勇行达到80，阮会当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人生亲像咧飞，10000年久就拢过去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尼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的拢亨通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无去追求一种外表的成定、奇妙的作为，是为着咧追求神也技术来活，乃是互阮专心来为着追求上帝的作为来活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